位兄弟姊妹平安，感谢上帝恩典，咱今仔日当做伙搁一遍来锻炼信息来活咱的上帝不管是咱坐伫咱拜堂内底，伫网络前面的咱的会众，咱献上咱感谢，今仔日当做伙搁来献诗予咱的上帝。咱来先看信息第319首，细汉囡仔的朋友。但是这甲咱有的信息有淡薄仔无共款，以前是讲细汉囡仔的朋友是自追嘛，但是咱改啊较口语，新变咱爱唱什么人，变咱等下咧唱歌的时阵，唱信息的时阵，请较注意。好，咱来看第二位的信息。第二位信息是伫信息第519首。519首，伫我救主荣光面前，吼，咱来请平来弹一遍。
白，伊是对日本的作词的一个牧师来家己的词翻过来台语。咱知影这本新诗内底，咱就唱过足侪有关什么非洲啦，还是加勒比海啊、中南美洲，主要真侪无共款的所在的歌。这首诗其实伫咱有的圣诗时阵就有因真特别，伊甲迄个日本迄当阵的圣诗，按照落来咱的圣诗内底，所以是有的圣诗内底咱就有这种的甲外国较有关的歌词啊。哦，这歌词是伫日本的一个牧师伊写的，牧师真特别，伊讲伊正经是一个武士，哦。但是伊后来就信主啊，成做一个牧师吼，伊是写迄个歌词。今仔日牧师咧讲道是讲咱活，毋是为了家己活，是为了救主来活。咱死，毋是为家己死，是为救主来死。所以即个歌词就是讲，大家讲咱有一天会家己耶稣来跟上帝面前，伫遐咱无处咧信奉。所以即马这个时间，咱就要学主内主的脚步。合作的康比的关系，哦，所以咱等下咱来唱一遍。这歌词总共有3站，咱对头到尾来唱一遍。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吧。
全地拢着上主出欢喜的声，着出大声，欢喜唱歌学乐伊，着弹琴唱歌学乐上主，着弹琴和诗歌的声学乐伊，用葡萄甲扫角的声，伫君王上主的面前出欢喜的声。三角的吟诗学乐上帝，圣诗319首，圣诗319首。三甲用体印文61篇来应答上帝话，体印文伫圣诗后面，体印文61篇。恁遮的已经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结开一场。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例。基督通过十字架消灭彼此的敌对。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人。通过基督。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是甲上帝子民平平做国民。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顶，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三甲来祈祷，掌管宇宙万米，早日的、现在日的，也永远日的主上帝。你是阮路险的所在甲困难，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赞。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也涌，山因为
海中摇船，阮也无惊，因为上主前伫做王，大水泛滥的时，上主做伫做王，直到永远。伫经过毋过偌久的网络主日礼拜了后，今仔日真正欢喜，兄弟姊妹会当过一摆伫教会一齐来敬拜，阮满心感谢你。伫即段疫情期间，阮深深感受到上帝你怎样帮助阮、保守阮，互即个威胁全世界的病毒伫台湾会当得到真好的控制，看病的人也会当得到一流医疗的照顾，互因渐渐恢复健康。阮感谢你。纵使即马阁有侪的国家，阁继续受到疫情的冲击，有的国家医疗资源不足，看病的人无法度得到适当的治疗。求上帝赐予这个国家的领导者有智慧来照顾人民。也有真侪的国家经济停顿，真侪人失去工作，生活陷入困境中间。求上帝赐予因及时的帮助。有的人伫疫情的中间失去性命，失去亲人，求上帝安慰因。有搁较侪人心内无平安，每一天生活伫惊吓中间，求上帝将你的平安赐予伫世界各角落的百姓。感谢耶稣基督，阮的主。你伫十字架顶的疼激励阮，虽然伫困难中，阮犹原每一日伫生活中间为你做见证，关心阮身边的亲人朋友。你的保护洗净阮，带来全新的生命。互阮虽然伫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因为阮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望。也望无直到见效，因为上帝听对守住咱的信心来灌溉咱的心。今仔日也是圣神降临节，求信心充满伫阮的心内，伫阮的家庭，伫阮的职场，伫阮的国家，伫世界每一个所在。伫患难中，有搁较侪人受吸引来到主的面前。搁较侪人听见得救的福音，有搁较侪人接受基督，成做因的救主。因为你的同在，阮才无直到伫即个世界中失落。阮也要为着今仔日的礼拜来祈祷，为着达牧师的讲道、学师的同工，为着阮每一个人的心预备好来领受你的话。阮深深摆咧以上的祈祷，只是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念讲。
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14章第7节到12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83页。新约罗马书14章第7节到12节，伫台语和日本圣经183页。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也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会是活，会是死，拢属于主。因为基督所以死来搁活，是要做活的、死的主。当恁啥事离恁的兄弟，也你啥事看轻你的兄弟。因为咱众人拢要徛伫上帝工作前，因为记载讲，主讲，我既然是我的，万骹头夫要跪我，万喙齿要侮辱上帝。安尼，咱逐人要摆咧家己的事伫上帝的面前，请陈牧师讲道，题目是人人拢伫审判台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今仔日阁会当看到咱大家转来做礼拜，我想这是值得咱感谢的代志，因为上帝手赐互咱健康安全，互咱会当来到伊的面前。过去这2个月以来，咱的教会，咱兄弟姊妹拢伫做甚物咧？咱有透过一个影片，咱会当知影讲，这过去这2个月以来，咱拢伫做甚物？嘛，提醒咱今仔日是咱圣神降临节，也是咱北市区开拓教会的奉献主日，所以请咱兄弟当用咱椅仔顶面的奉献袋仔来准备心。咱今仔日做伙来看罗马书14章第7节到12节的这段经文，总是我也要将经文来扩大到进前第1节到第6节，因为透过咱的背景，咱才会当知影讲这段经文到底是伫讲甚物。我毋知影大家敢有安尼一个感觉？就是咱人非常的奇怪，伫一个团体，无论是甚物款的团体，大方向、大项事拢无问题，但是就真容易伫一寡眉眉角角的事顶面有无共款的意见，甚至会去冤家。会记得我伫读神学院的时，拄好有参与一间教会建堂伫要完成的时，因所开的一个建堂委员会。基本上，迄间教会主要建筑物拢已经完成啊，剩落来就是一寡修改的工作。所以，伫迄天的建堂委员会讨论的主题就是讲，礼拜堂进前头前即块壁要放甚物款的物件，要放甚物款的砖塔。迄时就2种意见，一种是讲爱刻葡萄，因为圣经常常提到葡萄，无论伫旧约还是新约，我拢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我听我感觉真有意思，但是另外一派是迄个鸽子鸡啊，因为圣神亲像鸡啊降临，我听了嘛感觉讲非常有意义，所以这支持这2派委员就开始献圣经来支持因家己的理由，但是因拢会找到经文来支持，所以正到落尾拢无法度收山。到伫我实习结束的迄时，这间教会还未决定到底是要用甚物来装塔迄块壁。但是安尼事敢有奇怪咧？其实无，因为这亲像传道书所讲的，所要有的是前已经有，所要做的是前已经做，伫日光的下面无有新的事。其实人甲人之间的迄个争端。早就不断伫圣经内面，圣经的时代出现啊。咱阁会记得伫创世纪内面第一个杀人的案件，就是该本开始伊的小弟阿伯的安尼代志。为什么代志会互一个阿兄开始伊的小弟咧？因为上帝看中是阿伯的献祭，所以该本就无欢喜啊。其实讲起来，甲阿伯完全是无关系的，是上帝介意阿伯的献祭嘛尔。但是该本就安尼开始家己的小弟。那么知影伫新约初代教会时，为犹太人认为这外邦人信主啊，嘛是爱遵守犹太律法。
所以定定会用一寡细节来捆绑遮外邦人基督徒。所以咱嘛知影，为着要解决遮无关系真理的遮问题，使徒就召开第一届教会历史上第一届一个会议，就是耶路撒冷的会议。伫即届会议有议决讲，就是遮外邦人因若信耶稣，就毋免亲像犹太人安尼爱受割礼。但是伫一寡生活准则里面，爱有4项爱遵守的，就是禁戒某上的污秽、淫乱、甲食迄个第死的面甲血。但是咱若看保罗的批信，会感觉真特别、真奇怪，就是保罗的教导，敢若甲即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议决，敢若无啥共款，特别伫遮的方面有真大无共款。保罗敢毋是违反即个议会的议决吗？也是伊到底有啥款理由咧？咱若看关系食物件的教导，保罗的教导伫哥林多教会批，哥林多教会是外邦人组成的一个教会。伫即张批内面，保罗主张讲，若信徒确信上帝只有一个，相信一切拢是对上帝出。就会当食拜会偶像的遮个肉。兄弟姊妹，咱爱知影当时的肉，除非是犹太人因家己杀的，若无市面上所卖的肉，拢是对标哩拜过，才摕来市面上卖的肉。所以你若相信上帝权能赢过遮个偶像，你就会当食。但是你若因为食即个肉，也是你讲你去偶像的庙里食道、食拜拜。较互遮个信心较软弱的兄弟看到，互因受伤，互因跌倒，安尼就是原罪。咱宁可毋爱食。伫保罗的观念内面，食物袂当互咱搁较亲近上帝，所以食无利益，无食嘛无损失。共款伫今仔日即段写互外邦人甲犹太人组成的罗马教会会时，嘛是差不多的教导。一方面，保罗指出，基督是主的观念，就是强调每一个人会当按照家己信心的大小，你家己来决定你食，也是无爱食即个拜过的肉。但是伊嘛强调罗卜的用上，就是要求这信心较大的兄弟，爱为着其他的人，甘愿放弃家己的自由。另外，无食的人嘛袂当批评食的人。所以，咱对保罗的批信看到保罗的教导，虽然甲耶路撒冷会议的议决，这附带要求有一寡的差别，但是咱看见保罗强调是独一真实的基督信仰，伊强调信徒伫生活顶面爱甲义教划清迄个界线，并且咱嘛要用疼心来尊重其他兄弟姊妹的良心甲伊的习惯。所以我想，这甲耶路撒冷会议的原则是共款的，是一致的。所以咱来看今仔日这段经文，今仔日这段经文是发生伫信徒伫家庭聚会，因当时无亲像咱安尼一个教会当做礼拜，因是伫无共款的家庭聚会，然后围内伫遐食道所发生的冲突。咱会当来想象，当一群人围伫遐食饭，有的人啥物拢食。但是有的人敢若食菜西，所以看袂顺眼，迄个情形就出现啦。信徒之间彼此批评讲：你看，迄个兄弟伫食肉呢，伊敢毋知影咱市面上所卖的肉拢是拜过吗？已经信耶稣呢，哪会当食即个拜过肉、拜过某项物件呢？另外，即个啥物拢食的人。嘛会批评遮会敢若食菜西的，哦，较拜托的，即马是新约的时代，啥物物件拢是上帝所赏赐的，哪有啥物袂当食的咧？咱来记哩，因伫遐争论的点，毋是食菜食草的问题。我头拄有讲过，是因为当时的肉拢是拜过偶像的，所以有的人因毋愿意食，因甘愿食菜。所以咱看见遮有两类的人。第一类就是信软正的人，就是伫遐讲遐信耶稣的犹太人。因伫信耶稣了后，犹原遵行犹太律法，因认为爱用安尼来
来表达因的信仰方式。其实像咱现代嘛有真侪安尼基督徒，因的信心若较细咧，定定会因为过去一寡宗教禁忌来感觉真不安。亲像有兄弟姊妹就无爱参加个别礼拜，因为惊安怎会互煞着。但是个别礼拜毋是你敬拜即个死去的人，个别礼拜是咱甲遗体相甲悲伤，并且做伙用上帝应允来互相勉励。嘛，亲像我以前所捌的一个家庭，因无食猪肉，原因是旧约禁止犹太人食猪肉，所以因无食猪肉。但是每一届甲因食火锅，其他兄弟姊妹就真头痛，因为真侪物件，亲像讲完迄种，拢无法度藏伫火锅内面。伫保罗看起来，遮就是信心较软弱的人。伫即段嘛有提起另外一种人，是信百项拢会当食的。这第二位的人，因就是相信信仰带来自由，所以因无阁受到犹太律法的捆绑。伫遮真有意思的是，保罗无用软弱、勇壮这两类来分别这两款人，讲倒一款人好，倒一款人歹。保罗是用信软正甲信百面拢会通食来讲这两种人，因为伫保罗的观念，这两种人无分好歹，因为上帝拢已经接纳因。为什么上帝已经接纳因呢？对遮咱会当看到因信称义。伫即章15节下半句，保罗讲：基督替死的，你毋通用你的所食来败坏伊。对保罗来讲，只要一个人接受耶稣为着伊死的即个恩典，伊就袂受到任何外在形式，亲像食面的屈辱。也因为伊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互上帝接纳，所以咱人嘛爱安尼来接纳甲咱无共款的人做伙，甚至是同道食饭。除了伫外表行动顶面的接纳以外，保罗嘛爱咱停止，伫遮每每教育的书顶面，咱喙内面的辩论，甲咱互相的议论。第40有讲，你是一嘴在议别人的奴仆啊！伊徛在也是跋倒，自然有伊的主人伫咧，也是伊要徛在，因为主互伊徛在。即则是用当时奴才的律法，当时的奴才是上帝主人来管理。所以只有主人有权利会当决定伊的奴仆是好是歹，别人无法定来决定即个奴仆做了好还是歹，因为即个奴仆属于即个主人，甲其他人拢无关系。所以保罗用安尼来说明，咱每一个人拢是属于上帝奴仆，只有上帝才会当决定认定咱的行为，其他人无权利会当论断别人。食也是毋食，是好也是歹。但是兄弟姊妹，论断也是议断，这真正是真恶劣学习功课。伊面对甲咱无共款的人，咱第一个反应就是啥？批评就出现啦。但是圣经内面有真侪所在、真侪经文伫教导咱，咧提醒咱，亲像伫雅各书第4章11到12节，兄弟啊，无第三诽谤。诽谤兄弟，也是批评伊的兄弟的，就是批评诽谤律法。批评律法，你若批评律法，就毋是行律法的，就是做批评的。律法的批评的，只有一个，伊会求也会灭。你是啥物人？在批评你的厝边。伫遮真明显甲咱讲，只有一个才会当审判咱，就是上帝。咱人是啥？咱是厝边，咱拢是共款的，只有一个会当批评咱。审判咱上帝尔。另外，这段经文耶稣所讲的，无去批评人，则免拄着批评，因为恁用什么批评来批评，也要安尼受批评；恁用什么量来量，也要安尼量互恁。搁你怎样看见兄弟目睭内的草仔油，也无想你目睭内的圆仔茶？要怎样甲你的兄弟讲，你目睭内的草仔油，互我甲你摕起来？你目睭内竟然有
加好的人啊，大声提起你目睭内的影茶，才会明明看见，通提起兄弟目睭内的草仔面。这段经文提醒咱，其实咱家己的罪较大，但是咱定定去看到别人真细伊的罪。但是耶稣伫遐提醒这人是安怎加好的人。所以咱看见圣经真济所在，你提醒咱毋通批评互相论断，因为论断批评的只有一位，就是咱的主，因为咱拢是上帝的奴仆，咱拢是罪人。但是有当时你无中意的事，这个语言批评就出现啊。譬如讲，有个人，伊可能你无中意的事讲，我圣经读10几届啊咧，你敢有看？你看几届啊咧？你若无时间读圣经，你若无要出来服侍，我看你规工阴森森的。我听讲过的时，从来毋捌拄久，因为我足爱主你咧。你对上帝真无信心呢？你烦恼这是要创啥？爱交托互上帝啦。这话定定对咱的嘴、对咱的喙来出来，因为咱非常容易将家己主观的经验套伫别人的身上，但是无去想别人实际的情形是怎样，所以定定就做成冤家无欢喜。但是咱也有智慧，因为伫信仰的顶面，咱毋是用审判的态度，咱是要用分享、欣赏的态度来看待其他人，因为上帝拢已经接纳伊啊。所以提到这点，可能你会问一个问题，讲到底基督徒会当食智慧果、智慧汤无？我毋知咱兄弟姊妹敢有食。虽然火伫犹太人中间，伫旧约的律法中间看做是生命，上帝界面关乎袂当食，但是伫新约，咱知影一切拢是对上帝来，咱都袂当食。但是你食智慧果、智慧汤的时，若有信心较软弱的兄弟姊妹，看到讲，哎呀，牧师你哪里食智慧果？伊开始对这个信仰有开始产生质疑，还是离开信仰时，咱宁可莫食。这就是保罗的教导。保罗教导，无论你食也是毋食，你毋通看轻另外的人，毋通互相批评，因为上帝已经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来接纳伊啊。所以这代志拢真细、真细微、真细，但是定定引起争论。所以咱爱求上帝帮助咱，互咱毋是干那看见别人的罪，看见这真幼、真细项的代志，是爱互咱看见家己的罪，然后知影认罪悔改，互咱的主人欢喜，这才是上重要的。第2段第5节到第9节，非常明显，就是讲犹太人因伫守节期的问题，嘛是共款甲第2节共款的问题，就是信两者的人认为，虽然信耶稣嘛是爱守犹太人律法所规定的这节期，但是另外一种人因认为，逐工拢共款，无需要坚持守旧约遐节期。咱拢知影犹太人非常看重视节期，所以安尼一个问题伫同一个群体内面就发生啊，甚至两派互相看袂起。但是保罗讲你毋通生啦，生这无意思啦。为什么无意思？因为伫耶稣的教导内面，耶稣讲着安息日的代志时，耶稣有讲，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就是你强调的，毋是你安息日会当做这，袂当做迄，因为这拢是人手所制定出来的道理。重要的是，耶稣比安息日搁较大，因为咱伫即天敬拜是耶稣，毋是即个日子。18世纪有一个对苏格兰去到非洲奈及利亚宣教的一个宣教师史兰瑟，伊一个人伫非洲的丛林住3年。因为伊当时无时钟、无日历，互伊参考，所以定定会将日子来用混乱去。所以根据伊的记载，伊讲伊有一摆发现，伊竟然是伫礼拜日伫遐来做礼拜，搁有一摆伊是伫礼拜日的时咧修理伊的厝顶，
因为伊掠做迄天是拜日。但是敢有人会因为安尼来指责即个史兰社讲，伊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伊犯着诫命咧？袂嘛，因为咱知影咱敬拜毋是日子，咱敬拜是即个日子的主，是主耶稣。伫遮嘛，请咱兄弟姊妹注意，就是咱常常会听见兄弟姊妹讲，咱来教会礼拜日来教会做礼拜，咱是伫守安息日，这是错误的讲法。安息日守安息日是犹太人的规定，但是咱礼拜来到教会做礼拜敬拜，是咧守主日，就是主的日子。为什么叫做主的日子？咱拢知影，犹太人的安息日是对拜五的下暝到伫拜六的下暝，但是咱的主日是因为耶稣伫拜五皇顶是一个死，第三天拜五、拜六、礼拜第三天。耶稣国活，所以咱为着庆祝耶稣的国活，咱会伫礼拜日来到教会伫遮敬拜。所以咱每一个礼拜，咱拢伫庆祝耶稣基督的国活。伊基督徒信仰，若无耶稣的国活，一切拢是空的。另外嘛，因为现代生活形态无共，所以有的教会嘛针对无共款的族群，伫无共款的时间伫遐做礼拜，方便因所服侍对象会当来做礼拜。亲像咱知影一寡服务业，因无可能礼拜的即时阵来做礼拜，因可能因的店拢已经开啊，所以有的教会会利用拜六的下晡、拜六的下暗伫遐来做礼拜，所以无共款的时间伫遐做礼拜，无共款的方式伫遐做礼拜。咱嘛袂当讲，哎呀，只有伫礼拜日做礼拜，才是纯正的教会。毋是，因为咱知影日期无重要，耶稣才是咱敬拜的对象。所以保罗教示遮，因为日子伫遐互相辩论的人，甲因讲，你逐人内心要认真。伫咱本圣经是讲，恁的心意爱坚定，认真什么，坚定什么咧？就是你无论做甚款的决定，你要守即个日子，你无要守即个日子，你的内心爱听着。意思就是讲，你若决定好势，你就爱伫上帝面前徛在。你就爱为着家己所做的决定徛在下条，你就认定讲，上帝已经接纳我，伫即时为着你所献上的敬拜。所以，这就是勉励即个双方的信徒。你认为适当的时间，你认为适当的日期，你认为适当的行为，对别人来讲，无一定是适当的。所以，你面对即个敬拜日子，有无共款观念的人，咱袂当否定因。因为主已经接纳因，我想这点对伫咱现代基督徒来讲，毋是啥物大问题，因为连咱过去伫真严重的时代，咱嘛会当利用网络伫处理来做礼拜。但是我感觉保罗伫遮提醒咱现代基督徒是一种态度的问题。伫即段圣经才有讲，因为咱无人为着家己来活，嘛无人为着家己来死。因为咱若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或是活，或是死，拢属于主。而且看到是一种的心态，是一种的态度，就是为主来活。兄弟姊妹，当咱知影咱为主来活，无论咱伫倒一天敬拜，咱伫倒位敬拜，拢毋是问题，因为咱知影咱敬拜的对象是耶稣。咱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伊。当咱若知影咱是为主来活一个性命，咱就知影敬拜毋是伫遮唱诗歌、听讲道，敬拜是将咱的性命献互主，每一工互伊来使用。当咱知影咱是为主来活，咱嘛会当知影苦难也是世间任何问题，拢无法度阻止耶稣对咱的疼。因为伊为着咱死，但是伊嘛赢过死，互咱甲伊有一个国活的新的活命。所以，即个日子的问题甲食面的问题同款。保罗认为无一个信徒会当随便看轻别人，因为咱拢是属于上帝，咱拢是为主来活。所以，咱嘛爱学习去理解别人，尊重别人。但是问题来啊！
若无人会当批评你的真正的因，咱是毋是会当随在咱的心意随便来行咧？毋是，因为路尾讲着，保罗讲着，咱每一个人拢爱徛伫上帝审判台前。咱伫审判台前，爱为着甚物来受到审判咧？第一项就是第10节，当你写书免认你的兄弟，也你写书看轻你的兄弟，就是咱来为着咱的论断，咱喙之所讲的话来受到审判。第二项书就是12节，咱来为着咱逐人所摆咧家己的事伫上帝面前，咱来为着咱做每一项代志来受上帝审判。我为即点，咱会当用马太福音25章一个咱真熟的故事来做说明，就是一个主人伊要出门进前，将伊的家业分互3个奴仆，按照因无共款的分数分互因，分别是5000文、2000文、1000文。即个领5000文的非常骨力，去趁5000转来；领2000文的嘛去趁2000转来。只有迄个领1000文的，伊并单，伊将即个钱带伫涂骹。当主人转来，甲因算数的时，主人无讲即个趁5000的比趁2000的较好。主人互因2个人的称赞是共款的。主人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做，通令你主人快乐。主人互这2个人的称赞是共款的，但是迄个将钱带伫涂骹的迄个奴仆呢，主人安怎讲伊？歹搁面断的奴仆啊，就将伊摕去1000来，互迄个有10千的。甲迄个无利益的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提头加价切去。主人毋是看因趁济趁少来称赞伊，来决定因的好歹。主人重视的是因啥？因的态度。所以耶稣讲即个譬如，嘛是伫劝勉咱。伫伊过来进前，咱是毋是好好啊使用咱的文字来服侍上帝，来服务灵魂？然后到伊过来，咱每一个人都会当徛伫伊的面前，来面对咱伫世间所做的一切事。爱会记上帝毋是用咱做多做少来审判咱，上帝是看咱敢有尽心伫咱每一个人的本分，伫咱所做的代志。而且有一个细节爱请咱兄弟姊妹注意的，就是徛伫审判台进前的是你一个人，是我一个人。毋是上帝讲，即是请上山教会兄弟姊妹做伙来到审判台前，看恁教会好画手册，恁敢有做啥物工，效果怎样？也毋是讲啊，即是咱请全家所有的家族来到审判台前，然后看，恁即个家族袂歹哦，恁的祖先的信仰真好，来决定你。毋是审判台前是咱每一个人，咱个人徛伫上帝面前。为着咱讲的话，为着咱做的代志，伫上帝面前受审判。无人会当将家己的份业来送互其他人。所以兄弟姊妹对保罗的审判会当看见，基督教信仰是非常非常的自由。想要食啥就会当食啥，想要做啥就会当做啥。但是咱每一个人都爱为着家己所做来负责任。但是咱基督徒嘛，毋免真惊过头来惊即个审判，因为主耶稣互咱机会真侪悔改。所以虽然咱做过真侪对不起主、对不起人的代志，只要咱认罪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要撤销咱所有的罪。所以伫罗马书5章第9节才有讲，何况咱已经伫伊的血得到称做义，要对伊得到救。免伫迄个受气啊！兄弟姊妹，这一切拢是恩典啊！你看这段经文的时，我嘛有另外一种的想法，就是保罗讲一个团体内面有信心较软弱的人，有信心较大的人。保罗虽然无批评，无讲倒一种的人较好，倒一种的人较歹，但是我相信心软弱的即群兄弟。嘛袂当永远将家己停留伫迄种软弱的难处，只有长大勇壮，才才抵挡魔鬼引诱。伫《希伯来书5章13节到14节有讲，凡若食
无老练的道理，因为伊是婴仔。当讲忠诚的人食满国，因的心潮对现实来练达，教袂分别好歹。圣经敢若讲，咱爱长大，袂当永远成做囡仔。所以，希望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伫教会内面有一个平衡的属灵的生活，慢慢仔长大，直到主耶稣过来时，当徛伫上帝审判台进前的时，伊要称赞咱是好搁尽忠的路过，咱做伙来祈祷。主，我感谢你，互我会当伫你的面前定心来领受你的恩典。我感谢你过去这2个月以来引带。阮兄弟姊妹无论伫厝里、伫教会，到我拢会当做伙来敬拜。主，阮求你保守，也互阮透过今仔日这段圣灵节，互阮知影安怎伫一个群体内面来做伙生活。阮袂当互相批评，因为阮上帝一个主人就是上帝你。阮也爱互相劝勉，因为阮是彼此伫遮扶持行天路。恳求主你怜悯。因阮定定软弱，批评的话不时伫阮的嘴一个就出来，恳求你赦免阮，提醒阮，互阮因为对主你来有恩典，互阮因为兄弟姊妹彼此的尊重甲疼，互阮会当知影，这是你爱阮学习的功课。主，恳求你保守兄弟姊妹，互阮等一个伫领受圣餐的时，阮搁一摆来省查阮家己的罪。当时阮会当反省，日子伫主你的面前，我免领受定心的对待。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时咱要来举行洗礼，小儿洗礼，来了吗？好，咱等一下要洗礼。也是咱领受圣餐的时，请咱兄弟姊妹放心，因为阮拢会挂手套，长老嘛会挂手套，所以请咱等一下领受饼的时，领受饼的时，请恁将手提出将手伸出来，然后长老会用提你的饼放入你的手，所以请咱等一下是按照安尼来领受咱的圣餐。今仔日有一位小弟洗礼，有2位新人洗礼，互咱真欢喜。上帝伫这段期间，互咱的兄弟姊妹嘛会当伫信仰上受到造就。互咱今仔日小弟洗礼的是赖星辰小朋友，伊的爸爸是戴玉凡执事，妈妈是徐明仪姊妹。互咱这是咱兄弟姊妹，咱做伙来吟圣诗，咱坐咧吟圣诗。圣诗353首第1节、第3节。光瞻是靠上主的名，伊是创造天地的。所听兄弟姊妹，请恁耐心来听主耶稣关话话。伊对世人中过活了后，还袂就天的内心有讲，天顶地下的会权已经拢总互我。
所以你就去招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地杯领圣神的名。伊若我所有命令顶个，就假是因手，所我日日甲日日地到世间的落尾。有人带细囝就跟耶稣要互伊蒙因，学生责备遮个囡仔，但是耶稣看见就无欢喜，甲学生讲：用阮细囝就问我，无得禁因，因为上帝国是即号人的。我实在甲恁讲，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的，我断袂得入去。就抱遮囡仔，甲因看手，祝福因。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遮个事，要搁所应允的约也要归于因，因是稳定的约的护主。上帝要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来兄儿，互因属于基督来做伊的百姓。所以这是要请赖玉凡、徐明义、林子怡来听，恁伫上帝面前来做安尼的使用。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基杯，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信神做恁的保惠师也无？恁着我靠上帝所手术的困难，将基督的真理甲信徒的责任来教示恁的细囝，就用基督甲好的行为来培养因，互伊所行合是上帝教会法度。你约要安尼行也无？愿主帮助恁会当守即个约。互恁会当有气力来扶持、养育恁的囡仔。戴星辰，我用水甲你行洗礼，互你归地杯要信神的名。阿门。这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细囝已经受接纳伫伊的教会，做袂陪产的会员，有份伫生育的稳定。当这个细囝的父母、家长会众亲自做见证。也着三角分担责任来培养伊的信仰，直到伊长大领受跟信礼，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手术预凡、名医，互因的家庭有一个遐尔宝水的囡仔。主恳求你保守星辰，互伊平安健康长大。第一，受到家庭、家族遐尔大的疼的下面，互伊会当。上帝疼伊的心，甲众人疼伊的心，拢做伙伫即个囡仔顶面。主恳求你保守，互星辰，伊伫即个基督教的家庭中间受到栽培，到伫伊长大了后，伊永远会当坚守伫上帝面前的信仰。主恳求你帮助小凡、灵医，互因会当有智慧、健康的身躯来养育因的囡仔，也为着即个囡仔的阿公阿嬷。因来祈祷，因平常嘛参与伫养育即个囡仔的中间，恳求你也保守因，愿将即个家庭仰望交托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咱来介绍，来，陈晨，好，这是赖玉凡即事，徐明义姐妹，因的阿公阿嬷小文长老，小文长老即个翕相的即个阿公4月节今仔阿姑嘛有来真济咱的即个囡仔，阿祖佫有来，张月琴老师阿祖嘛有来咱真感谢上帝互即个囡仔会当伫即个家庭中间，互咱拍好来照顾伊。的洗礼，咱请黄兴龙弟兄、傅静雅姐妹来台前准备来洗礼。咱嘛来念信息354首第1节、第4节，354首第1节、第4节。我
必定传福音的时，对听伊的人讲，恁着反悔，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造互恁的罪赦免。搁要受圣神的手术，因为所应允的要归伫你甲恁的子孙，已经拢远远的人，就是见若主咱上帝所调的。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搁受洗礼。当我也要安尼对黄青龙、对傅静雅讲，恁着亲信，恁若真心反悔，告别恁的信仰，搁伫伊的名来受洗礼。这个洗礼要成做你的罪得着洗清的记号甲印证，佮表明对信心得着顶头生来结连伫基督。当黄青龙、傅静雅恁要受洗礼。恁就是上帝甲众人面前告别恁的信仰，来应答我要问恁的问题。首先，我来问黄青龙：青龙兄，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基督耶稣做你的救主，信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尽信徒的本分，你有要安尼行也无？傅静雅，其实我嘛要用这三个问题来请你伫上帝面前来誓约、来告别。你有信上帝做你的天父，基督耶稣做你的救主，圣神做你的保惠师也无？你有信反悔你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也无？你着我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有决意要安尼行也无？是我来甲你洗礼。黄青龙，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父子圣神的名，阿门。傅静雅，我用水甲你行洗礼，奉父子圣神的名，阿门。愿平安的上帝，互恁一直诚信，佮保守恁的心、甲恁的魂、甲恁的身躯，伫咱主耶稣过来时，会当保全无通嫌。即时，这两位黄青龙、傅静雅已经告别因的信仰来受洗礼，我互教会头，也就是大人君，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互台湾基督教教会上山小会的官兵接纳恁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甲信仰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主你灵应我是天地上帝，我感谢你。我相信你过去伫这两位兄弟姊妹因身躯顶的恩传，透过因厝内人耐心、贴心的恩传，你有青龙兄今仔日愿意伫你的面前告别伊的信仰，你也伫正言节心中来劝导真济帮助伊的人，透过带领伊，今仔日伊也愿意伫上帝面前告别伊的信仰。所以，我求你保守这两位，互因会当因为信，因伫上帝面前会告别，伫人面前的告别，互因对当开始会当过一个健康基督徒的生活。虽然生活中间会拄着种种的试炼，总是我相信上帝你袂肯倒掠因会当承受的伫因的生命中。恳求主就保守、永存因的生命。互因会当坚持到主耶稣过来迄日，我也恳求你祝福这两位兄弟姊妹因的家庭，互因会当伫主内做伙来成长。主，我感谢你，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好了，来。这位是傅静雅姐妹。文玲姐带来朋友吼，今仔日因嘛有一寡因嘛有朋友来到咱中间，请静雅姐朋友会当听起来，咱嘛拍我关节。这边是青龙兄，青龙兄是惠芳姐先生吼，伊两个囡仔吼，今仔日嘛伫咱中间咱请惠芳姐吼，两个囡仔嘛。顶礼拜吼，青龙兄甲我讲伊要洗礼，是我感动到要吐出来。
真正，因为阮礼拜三伊个会，阮不断在为乡里姊妹中间的家庭，你的另外一半还袂死啊，所以阮拢不断在替伊祈祷，所以请隆兄吼是上帝所祝福的吼。那感谢主，正阳节会当吼伫国庆节的印刷下面会当入来咱的教会，吼咱嘛为着伊的工作祈祷，以及区公所来做食头路，咱求主保守，也互伊健康的身躯、健康的信仰，互咱欢迎这两位，咱嘛请长老来接答。
就是你若伫其他教会已经领受洗礼，拢做伙会当参加咱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恁囡仔着我担重担，就来就近我要互恁安歇。我就是原命囝，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你齐齐。所听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收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作写，甲对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呢来纪念我。食了后嘛，安尼通杯讲，即个杯是新约，因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行呢来纪念我。所以咱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买迄面有提饼作写，所以咱伫伊的名，按照伊的模样，咱大心来感谢上帝。主上帝，阮现在按照你的命令来摆设即个宴席，为着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恳求你差派圣神来分别遮个饼，甲分别阮，互阮会当接受杯甲饼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贵。对伫你稳定的帮赞，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会当成长伫你的稳定内面，通应光你的性命。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今日来纪念我。这是咱请长老来旁边来服侍。主的
道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来，咱就明日来纪念伊，咱三甲来领受。主要说，即个杯，主要说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你若恁的是就明日来纪念我，咱请经过烘杯互师。
你为着阮死，为着阮做活，互阮有新的活命。主你享受阮快乐，虽然阮是罪人，总是你无弃嫌，你也互阮机会时刻会当伫你的面前认罪悔改。恳求你就保守兄弟姊妹，透过今仔日的圣餐，甲阮看见兄弟姊妹的洗礼，阮搁一届来提醒家己，阮当初对着你的信是怎样？到今仔日，阮是毋是失落安尼的信啊？主恳求你提醒阮，甲帮助阮，互阮会当伫教会即个大家庭的内面，互相帮衬，彼此提醒，来行天路，直到你过来为止。阮为着阮兄弟姊妹来献上感谢，我感谢你手术互阮会当有健康的身躯，也恳求你手术互阮的灵命也是健康的。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下开手部来读今仔日的经文，请咱做伙来读两遍。因为咱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就是活，就是死，拢属主。罗马书14章8节。因为咱活是为着主来活，死也是为着主来死，所以咱就是活，就是死，拢属主。罗马书14章8节。三甲的民诗回应上帝话，圣诗529首，圣诗529首。请你
请看邮报178页消息报告。第3点，教会对今仔日开始恢复2场礼拜早祷会、萨摩尼牧区小组查经班、礼拜3祈祷会圣花队，甲敬拜赞美团的练习。请听这遵守洗手、挂喙安的原则。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新的人客。好，咱来欢迎郭基良兄弟，欢迎你。再来就是咱嘛来放一段影片3分钟，咱来看过去这2个月咱教会家己姊妹在做啥物代志吼，咱做伙来看。
祷。咱嘛以后咱无论咱的实体礼拜，吼咱嘛开始有即个直觉的礼拜，就是方便有的人若无法度来到教会聚会，也是伫国外，伊能当透过直觉来做伙甲咱做礼拜。所以以后咱嘛有投影，所以咱不妨会当减少迄个周报的印制。所以嘛，兄弟姊妹嘛会当，咱继续过一个防疫新生活，就洗手、戴口罩，互做伙来到教会，也是去到生活中间任何的所在。咱只是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为着你住院的邓张如玉姐、敬红兄。随便遐经倒咧厝里来叫困，咱来为祈祷，为着伫厝里疗养的淑君姐、庆和兄、明娟、慧玲姐、南怡农长老、伊丽、春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理姐、秀霞姐、米霞姐、公比姐、阿淑姐、惠子姐、谢平兄、富比姐、阿菊姐、阿秀姐、国元兄、东龙兄、李翠老师、家和姐来祈祷，互咱做伙为着咱的遗体来祈祷，为着咱的教会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我感谢你过去2个月的引带。互阮的教会无停止阮的事工，互阮兄弟姊妹继续伫厝里来敬拜。阮感谢你，互阮一段遐尔特别的时间。总是阮看见伫世界也有真侪所在，也有伫真严重的中间，阮恳求你的怜悯，也保守这个国家会当真紧来脱离即个病情。主恳求你也保守阮兄弟姊妹伫即段时间，搁较珍惜阮对你家孙领袖的恩典，搁较珍惜阮家庭。阮教会兄弟姊妹之间会安尼行，恳求你保守帮咱遮的伫病痛中间的兄弟姊妹，无论恁病医伫厝里疗养的，恳求你手术互因有对你来医治。恳求主也保守今仔日领受洗礼、小李洗礼、晨晨、青龙兄、静雅姐，拢互因有勇壮的心性，会当伫正对基督徒了后的即段期间，都会当为主来。奉献因的性命，恳求主你也来帮助因。为着阮所有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看顾阮新的一个礼拜，互阮每一日行伫主你的旨意内面。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阿门。即时来念圣诗386首，圣诗386首，有时候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对即时到永世来无尽，阿门。我
然后等到最后就用就等这个大家再去轮那个按操作就能好。